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六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照。欢迎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这件车祸意外消息。发生在顶礼拜六下晡5点钟，宜兰大溪乡6段发生这件车祸，一个人驶轿车可能为无等车顶，就直接倒滑去压到一个桥倒摆的人，还有另外一个桥倒摆等人顶的人，同款有代志。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戴新米。好，主播各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台黑色轿车疑似没等号志灯就直接左转，一台机车疾驶而来，根本来不及刹车就直接撞上，撞击力道之大，骑士整个人弹飞，还越过黑色轿车，车壳零件四处喷飞，而黑色轿车往前直接滑行了好几公尺，还撞上另一名停等红灯的骑士，骑士遭撞直接从摩托车上摔下来。那么车祸意外是发生在11号下午5点多，宜兰县礁溪乡6段，轿车驾驶疑似没等号志灯就直接左转，与机车骑士发生碰撞，还波及另一名停等红灯的骑士。带来听一段遭撞骑士家属的访问。弟弟他目前的部分啊，他人是清醒的然后他双手有一只手是复杂性骨折，所以他才送到那个万芳医院那边去做治疗。有裂开啊，裂伤。医生给他的建议就是说，原则上不开，他选择是不开刀。那么这起车祸造成轿车驾驶和骑士都受伤，而骑士伤势较严重，原本先送礁溪信和医院，但因为双手粉碎骨折，所以转送台北万芳医院治疗。警方对双方进行酒测值均为0，详细的事故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以上就是会长的最新资讯。多谢新闻。另外，这件意外要来关心，透早6点钟，高雄南马溪一栋唱青白铁片仓库强大失火，因为内底囤真侪做衫的原料，火烧甲真猛。消防局拢总派14个分队来遮拍火，详细情形交记者柯玉成来传了解。玉成。好，观众观上可以看到呢，仓库外头出现烈焰，而且呢，浓烟是直窜天际。消防车到场，赶紧拉水线灌救。那么这是早上6点发生在楠梓的仓库火警，但火势猛烈，也吓坏附近民众。来看看当时画面。从高楼看下去呢，这火焰直接往上窜，还不时是传出爆炸声。而火势会如此猛烈，主要就是因为呢，这高雄东昌街的起火点呢，这里就是4间的联动铁皮屋，而里面呢是除了有大批的衣物原料之外，隔壁还有影印机、面包工厂以及食品厂等都在里头。也因此呢，上千平厂房着火之后呢，火势蔓延可说是相当的迅速。而消防队呢是派出14个分队前往灌救，但虽然呢当时里头没人，而火呢也在早上8点熄灭，但不过呢，因为这火警，所以出现浓烟呢，却是伴随着异味，直接是往市区飘散。也因此呢，不少高雄的民众一早都有闻到。那么也因此呢，高雄市府环保局也随时派人监控，同时呢，也不排除针对呢这业者进行开罚。那么，上述已掌握最新情况，先把时间交给彭主播。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顺势连任了后，这几天拢伫咧无闲国政。今日总统伫咧总统府发表回笼谈话，公布反渗透法已经正式施行，嘛是大选了后总统头一届对外来回应相关的议题，带大家做伙来关心。选举已经结束了，最重要的事情，对政府来说就是维持政局的稳定。所以我们在选后的第1个上班日呢，就完成了内阁总辞的程序。我也请苏院长继续担任行政院长。
政府没有空窗期，那政局就会稳定。所以政府在选后一切都持续运作如常。那么现在立法院正在召开临时会，审查中央政府的总预算，这是本届立委的最后一项任务。我要感谢朝野立委共同的努力，执政团队一定会不负所托，积极回应人民的期待。那么今天呢，我已经签署了反渗透法，而且公告这部法律在选举期间有一些讨论，那我也多次的重申，反渗透法不是反交流，而且违法的构成要件是非常的严谨，只要不是受到中国政府的指示、委托或者资助，违法提供政治现金，违法从事竞选活动，违法进行游说，破坏集会游行跟妨碍选举，都属于正常交流，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民众如果还有疑虑，我已经要求行政院要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请行政院相关部会持续的宣导，避免民众因为不了解本法的内容产生不必要的恐慌，并应及时澄清外界理解错误的地方。第二呢，我也请行政院责成相关的部会组成专案小组，将违法或不违法的行为态样公告周知，使民众易于分辨、了解，并持续的滚动检视。那么第三呢，我会请海基会设置咨询服务窗口，提供民众相关的资讯，并且汇整意见提交给陆委会，在专案小组讨论处理。那么以上呢是对我们选后的政情的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谢谢。那我们现在媒体提问，好，3例。总统想请教一下就是有关于现在大家很关心说你是不是要提前的这个回任党主席，因为这样有些舆论认为是说这样子是不是这个会独大？这个朱主席是现任的党主席他的任期还在进行当中，而且在这次的选战，他的贡献很多非常的卓著没有理由提前结束他的任期。好，东升。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您的对手这个韩国瑜市长他虽然回到了高雄市长，不过他下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所谓的罢免。不过现在有一些声音是希望说，总统您这边是不是来呼吁说，希望民众能够冷静，不要来进行这个罢免？那总统您怎么看？这个罢免这次的罢免是民间团体所发起的那选举跟罢免都是宪法上所赋予的权利所以我们尊重高雄市民的决定。不过呢罢韩的这个行动是不是会引起市民的这个回响其实我想主要的还是看韩市长自己的表现跟他的态度吧。好，最后一位 TVBS。总统刚刚延续那个罢免的议题，因为这次选举完之后，的确有造成一些世代上面的对立，像是韩粉爸妈跟小朋友之间。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统昨天有跟李前总统见面，那有没有聊些什么？那有跟他报告这次胜选的部分吗？其实这个整个选举的过程，李前总统应该都很清楚了昨天主要的就是探视他，那他的身体状况健康看起来都不错那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所以昨天去祝他生日快乐。好，谢谢。因为时间因素，好，我们的记者会就到这里。好，我们谢谢大家，谢谢。他准你们问吗？不是，因为我们时间上。我们那个时候就照党章来处理吧。好，谢谢，谢谢大家，案件会有新的处理方法吗？陈同佳案件，还有这个烂民法会不会修改，接受香港的这个示威者过来？我们都很关心这个事情。香港的市民要来台湾，我们已经有一定的这个法律来作为我们行为的准则嘛那所以我们也会对有些香港的市民他们有政治上的必要的话，我们也会按照法律来提供协助。好，谢谢。谢谢。因为好像对我刚才也已经讲了这个
选举已经结束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政局归于稳定，那么社会呢可以把选举时候的冲突对立能够放下哈，那这是一个大家要团结和谐的时候了哈，那我也要呼吁或许在有些家庭里面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看法哈，那其实大家都是家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啊，那家庭的和谐，国家的团结，在这个时候是我们最需要的。好，谢谢大家。除了8个字，有具体的做法吗？在两岸关系上，除了您提出的8个字，有具体的计划吗？我们在选后，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对于两个关系的期待的表达了哈。那我们也持续的会来了解对岸的想法哈。那我也希望就是说中共方面对于这一次的选举，台湾人民所表达的这种意见跟意志哈，能够深入的了解，并且对于他们现在所做的一些政策，那么也能够进行检讨。谢谢。希望有菜席会。好，拄则咱听到的是总统蔡文上新的讲法。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高雄一个才2个月大查甫翁仔啊，互带囡仔人照顾4天就无命。高雄前金区一个老母11迄一天，甲2个月大后生送去互带囡仔人照顾，结果昨暗接到消息，讲翁仔已经无命，讲互翁仔趴咧困，发觉伊的时已经无喘气，送去病院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因为囡仔身躯无外伤，面嘛无反乌，详细死亡的原因，即马检察官当咧进一步调查。另外，这件意外来看到，昨日早晚8点，一只大正货车载满这个沙石啊，要去工地，经过产业道路时，因为路伤过下，引起到正边后链规塞入去水沟啊，规台车煞掉入咧产业道路，袂顶袂当。另外，这是台中大道蓝色公路，一个细数的查甫驶大正货车违规弄入去内底，落街时一个无细离刷冰车，汽车的汽油流到规个路的，无清好清气，嘛害5个桥倒摆的人倒车累惨。救护车接到报案，随着赶来现场，刹车的18岁查甫囡仔身躯有真侪所在刺伤，互人扛去咧担架顶，赶紧送病院。同一个路段连续发生刹车的意外，一个查某技师大腿拢是伤。代志发生的地点就伫咧台中大道有名的蓝色公路，造成刹车主要原因就是涂骹这片油。事故的现场，淡仔甲顶悬上深的即地，就是即台大货车伫咧13号早起违规驶入去蓝色的公路，结果伫咧落架过弯的时阵无注意来并车，车道内底沙石啊拢落啊规涂骹，油箱嘛弄破去，汽油当场就流伫路面，封路4点钟来清理，无想到油无洗清气，连续2天至少造成5个人刹车来受伤。疑似转弯不慎失控翻覆。警方表示，蓝色公路除了公车以外，禁止大货车来行。33岁姓苏的司机会互人来罚上重18块，搁爱面对技术的赔偿，镜头来甲新社。14号早起伫要8点，一只大货车载着沙石啊要去工地，经过产业道路的时阵，因为路面较狭小，造成正后链落落去边仔沟啊，规台车空骹翘袂顶袂当。好佳在是无人受伤，最后是请吊车来拖吊，才将交通来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区有一个怪人，专门掠人的车挡囡仔，当民众把车插伫路边，无想到讲要牵车的时，头前车牌和后壁车牌拢总互人挡16个囡仔，顶面有写名。民众烦恼讲，敢会是要过年啊？贼仔点名做记号，已经甲警察报案。警察即嘛开始咧办，提醒讲乌白像安尼掠人的车牌挡囡仔的情形，若是抓到，会依照毁损罪嫌依法上办。车牌唔知影互什么人挡因啊，佮挡真侪个。林主文这3字就安尼挡伫车牌顶诶，毋过这个名唔是车主本人，是车停伫路边，互人乌白挡诶。看了一下，就是前后车牌竟然被盖了16个印章，然后就不知道是哪个莫名其妙的人。林主文到底是啥？车主嘛唔知影。民众甲车停伫新竹市区看车的时阵，发现车牌互人乌白挡因啊，离要过年啊，就惊变做歹人的目标，赶紧走去警察局报案，想要甲挡因啊的人找出来。毋过路口无监视器，警方嘛干那会当尽量调查。如果
找不到人，就当做自己被恶作剧吧。现在快过年了，可能如果被做记号，要小心。来重新领过新的号码牌，好，它的费用是行照200，这个号牌600啊。那去警察局报案，民众嘛去找监理站斗3工，问讲敢会当换牌照，唔过换牌照爱开800块，好加载各有一招。记者摕酒精来测，真简单就会当甲切掉，唔免换新的车牌。警方嘛提醒讲，为别人的车牌，若是抓到，会当按照回顺罪来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了这个情形，到底是去看狗，或者是互高山来看？都有人带囡仔来到动物园要行呢，煞互拍狗抢劫。有民众趁休困日带囡仔来到高雄寿山动物园，迄当时敢若是要摕风日头拍的药膏出来，都有一只高山来看到，赶紧冲我过来要来抢，含放伫咧红牙车的这个牛奶茶，嘛互高山来抢去啉，惊一个身躯无条体。嘛看到有高山来黑白饼停伫咧路边的奥多摆放物件箱啊，互游客笑讲明明是要来动物园耍，说亲像是买票入来互高山来看。奥托摆停车场变做狗找食的所在，看到塑胶袋仔内底无食的物件，随倒来换所在，跳去隔壁台。当着技师无将车厢规划好，狗就安尼顺手拍开椅子啊，伫内底有兴趣的拢总摕出来夹夹咧。另外一边，共阵的已经抢到一罐年茶，将罐仔夹破，大喙在啉。游客翕到这个狗抢食的画面，搁转来现场，画面同款足惊人的。看到车经过，狗就直接跳起车顶，大阵的狗围着这个骑奥托摆的人，因为伊的手顶管有食的物件。左手有东西，手上不能有塑胶袋哦，他以为东西可以吃的，就抢你。有了一个洞。他很聪明，他连那个大垃圾桶啊，他就会把它搬起来，他知道那边有过。高雄寿山是狗生活较大的所在，当地大约有3000只狗伫活动，因为较晚爬山的步道甲动物园，定定来甲人接触抢物件食，要防止这狗来迫害。有爬山的人规气就伫椅子顶悬内底石头，餐厅嘛放棍仔来咧赶狗，连插大枪嘛出动啊。我们在园区里面会有保全人员，就是在园区巡逻，那主要就是让用气弹枪那去吓阻。市政府嘛下令禁止民众来饲，若是抓到会来罚5000到1万块，想尽办法要互这狗无法度搁继续摇摆。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捌剃头拄到雨手的，这是花莲新城警察局伫咧新秀农会办这个防抢的演习，希望互农会工作人员也有警察万不离拄到代志时反应会当搁较紧。这段画面一个铺上网络了后，引起了网友大家一直传，看到到底真爱笑。原来就是演习的过程，这个搬歹道的警察一直揪裤头，落尾当要走的时，搁再跋倒，看起来这个画面真趣味，互网友看到底，大家一直传出去。两个看面的歹徒，一个落车，随着夜青撞入去农会，大声喊爱内底的人拍落，大声来喊爱银行的行员将钱放入去袋仔内底。不过详细看，其中一个汉草真好，穿花仔衫的歹徒一直咧揪裤头，就惊裤落去，无想到逃走的时阵，悲剧发生啊！歹徒真不幸来跋倒，爬起来了后才开车走去。哪有这么两光的歹徒？原来这是花莲新城警分局伫咧新秀农会来咧做防抢的演练。两个警察装作是抢匪来农会抢劫，不过体重将近130公斤的生料，这个警察一直咧揪，直要落落来裤头，伫咧逃走的时阵，佫跋倒，互看到的民众笑到要变过。影片嘛伫咧网络顶悬来传。跑的时候不小心跌倒的，手跟肚皮那边擦伤了。不过这身躯打扮哪这么明显？1、2、3、4、5、6、7。啉酒驾驶，互警察临检，并将各种足强的举动，这就是去年新城警分局咧做治安的演练，同款找来姓廖的警察演啉酒驾驶的民众，足认真的演技，互民众就是真的。伊嘛互人笑讲是，互警察头路耽误的演员。本次的防抢演练是没有剧本的啦。是自由发挥啦，临时安排的防抢演练状况啦。虽然影片互大家感觉足笑亏，但也是希望借着这个实际演练，加深警察甲行员的应变的能力，保证年节期间经营单位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台北市市长郭文哲13项捷克布拉格市结做姊妹市，引起到中国起配面。昨暗上海市伫咧官方的网站虽宣布，甲布拉格市解除朋友城市的关系。郭文哲伫咧布拉格回应讲，认为中国制造无必要的困扰。另外，针对台北市市长接班的人选，敢会考虑无选到立法委员的时代力量黄国昌。郭文哲嘛讲到，这是别个党的家务事，做伙来听郭文哲上新的讲法。我认为是这样的啊，布拉格他有他的权利跟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去交朋友或是缔结姐妹市嘛，所以我觉得大陆方面不应当说去决定布拉格说他可以跟谁交朋友，或是不可以跟谁交朋友。我想这个不必要的，因为这个事实上，我觉得这只是制造不必要的困扰而已。我想是这样的啊，每个城市有每个城市的想法嘛，我倒觉得这样的，这种所谓5个互相，你看，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甚至到最后呢互相谅解，你知道哈？这不仅适用在两岸之间嘛，其实我想在中国大陆在处理其他国家的城市的问题的时候，我想应该也是用同样的态度吧。双城论坛是两岸之间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嘛，而且这个也没有涉及到这种什么主权啊这一类，这纯粹是一种文化啦，或者是说经济层面的交流，我想也没有理由不办嘛。所以事实上，像我们今年要办台北灯节，我们还是有邀请上海来参加。那亲美友中是一个基本的轴线嘛，我想这个也不要因为小事情去干扰。我想基本上我们还是对大陆方面表示一个友善的态度，但是我们还是会坚守我们的主体性嘛。我们还是会考虑台湾的整体利益嘛，人民最大福祉嘛。我想这也是还是基本原则。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不仅跟大陆，我们也是尝试跟世界上每一个城市都去做最好的交流嘛。我知道老柯跟黄国昌有仇了，所以他会这样讲。不过我老实讲，蔡壁如本来就白目的，他就是有话直说人嘛。所以我想这样的老柯还是立法院一个很有经验的前辈吧，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互相学习的。我们也是把这种台北市公开透明的文化带进来吧。至于说有一些政治上要运作的，或是一些经验，老柯也可以不吝分享嘛，对不对？这我倒觉得没有什么的。这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还是有学习的态度，但是还是有我们的坚持嘛。我们还是坚持那个公开透明的财政纪律嘛，国家治理嘛。我倒觉得这样的，2024我倒觉得是现在我都想现在去提这些都太久了。实际上我们还是会很认真的把台北市长做好嘛，对不对？所以那是2022，等到我们卸任以后再去讨论说，这个2024要怎么处理嘛。所以在现阶段，不过坦白讲，我认为是这样的，做好今天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准备。选不选党主席，这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了。坦白讲，我当时在很多年前，我认为说韩国是一个有能量去改变国民党的人嘛。不过在这次的总统大选，我想他消耗掉很多能量了，所以反而失去了改革国民党的能量，因为他也不可能一次又一次的消耗嘛。所以国民党要怎么改选，我想那是国民党的家务事了，我们外人也不用去插嘴了。至于那个罢韩是不是会进行，我想这个恐怕是未来半年台湾政坛的一个焦点吧。这个都是口水战的，这个听一听就好了。其实如果要开玩笑的话，我们说我们在医学上，很多那种小朋友的头太大头，那是因为水脑症，不是说所以脑容量大跟这个聪明不聪明有时候不见得有正比的关系。黄国昌要找工作哪里需要我又没有在开职业介绍所。我老实讲了，当时我讲这个现在讲都没有用。我当时就主张说黄国昌应该是排在时代力量的第一位的。这个甚至如果必要的话，当时他应该如果重来一遍，都是当时他应该是选党主席，然后把自己排在不分区第1名。这样的话，时代力量还可以维持一个比较好的运作。现在这样就尴尬了，他也不是党主席，又没有在立法院，所以下一步要怎么做一样嘛。这是其他党的家务事啊，我们外人也是
关心就好了。有时候算了，多讲也没有什么用。其实这样的，我们对这种可以替台湾做多少算多少的，哎，我们没有在计较这种什么个人的名声的。我倒觉得这样的，台湾的外交处境呢，国际处境本来就很困难的，所以有时候我倒觉得像布拉格这件事情，也不是说我们真的多厉害的，这还是因为在十几年前，你知道，这布拉格市长在台湾在林口长庚医院当实习医生的时候，甚至他后来还在台湾旅行嘛，哈。也许在那段时间，他感受到台湾人民对他。其他消息来关心，要过年，台中市市政府来到天津路年货大街联合街站，拢总发觉6件违规的情形，像讲应该爱冰的物件直接放伫外口单位咧卖，另外还有产品标示无完整、无产品检验合格标章这情形，当场要求爱改善，假使若是无改善，就要求产品爱落价，互消费者会当安心来采购这个过年爱用的物件。天津街来放过年的歌曲，代表年货大街开始啊！年节一定爱传的脆食面、伴手礼，上惊的就是商品标示无清楚、无中文的标示袂使，商品的制造商、保存期限、保存的方法、介绍，也佮有退回条件，拢爱写好清楚。台中市政府来到天津街年货大街来咧抽查，连摊商使用的磅啊，拢爱来检验。19个甲相款服务台的工程。阁有180桶的假数，25个拍火器拢有符合规定。因为现在常常会有摊商是自己从国外带一些没有经过台湾合法上市的一些商品进来，那这一块可能在安全疑虑上会比较有问题。市政府抽查发现，天津街年货大街总共有300多个年货甲食品食料的单位，伫咧食品卫生的部分，应该冷藏保存的食品，直接放伫咧相关的单位顶悬来卖。一般商品的部分，鼎挂、杯珠啊，这商品无完整来标示材质、制造商这资料，阁有红仔七汤面嘛无商品检验合格标章，总共查到6项的违规，当场就要求来改善，无法度改善呢，就爱随将商品来落价，互消费者会当买着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咱咧讲人2卡钱4卡，安怎嘛咧袂着？要过年啊，若是加油站洗车的介绍要起价。另外，咱来看到中华剃头门店，无论是洗头、加头毛，或者是电头毛，拢爱加收200块。也阁有计程车的部分，咱看到计程车费规台湾拢有起，台北一抓加收20块，啊若是台中、高雄一抓加收50块。另外，因为烦恼停车业者乌白划价，市政府停管处规定讲，拢爱照规定照步来，袂当乌白划价。剃头师替人客交头章，卡手做咩？春节特别到啊，理发厅伫收人客进前，拢会提醒一句。除夕前10天会涨200哦。好，没问题。人客有同意才敢收，特别过年啊，中华理发厅业者为15号下晡开始到24号为落暝迄天，不管是洗头、加头章还是理头章，全部拢爱加收200块。过年嘛，还合理的。每个消费客人涨200块，加200块，就是算我们的年终奖金。那加头章的起价，民众出门坐客运车介绍嘛要起，为20号开始到29号头尾10天，北北基地区一抓加收20块，台中高雄一抓加收50。涨价当然是不合理，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才会做。要不然尽量就避免不出门，也是不会搭计程车，可以接受，大家开心就好。另外，在过年时啊，停车位真歹找，就惊业者乌白乱划价。台中市政府规定，公共停车场1点钟收50块，上最收300块。私人的停车场按照登记申请的时阵，公告的费率标准来收钱，袂当乱起价。市政府会派人去抽查，违规的上最会罚15000块，避免业者介绍乌白丁，拍歹民众出门佚佗的心情。记者综合报道。迎接金鼠年，来看到嘉义城隍庙特别杀新正年的好运米，叫做嘉钱鼠，代表好彩头。今年特别经历咧初3、初4下早9点开始发钱母，逐工敢若限量2000斤尔。庙方嘛特别加压贴价，特别杀50名会当摕到限量款的金鼠年钱母，邀请民众做伙来碰这个福气。我们的金鼠年最好的财气以及的运气。囡仔摆一摆扮做细只的钱鼠，实在是有够卡哇伊。我们的财神现在在我们的内殿。
各国的国外来的朋友办做5路财神爷来插气氛，将传统甲创新甲做伙，为着迎接新年。甲入城隍庙，一年一届分钱宝的活动就要开始啊！今年选伫初3甲初4早起9点，免费分钱宝加钱纸，数量有2000个。庙方佮优待前50个，会当得到限量的金7年钱宝，邀请民众做伙去领钱宝。有哦，伊会跟财运中来安尼吼，是呢，吉祥如意啦吼，过着好运安尼哦，祝大家新年快乐吼。钱宝加钱纸代表招财，祝福信众规年拢有好彩头。庙方嘛提醒民众领到钱宝，爱记提去过香炉，祈求愿望会当实现。记者综合报道。旧历的正月20嘛是客人大节日，传讲女官日的这一天会用5色石来补天，也就是天窗日。为了要继续传承这个传统，桃园市政府特别办客家季，头一届和桃园客运做伙合作来杀7年主题列车，邀请金曲音乐制作人刘少熙制作客家9站的音乐。另外，还有一寡客家艺文展览和表演，算囡仔佚佗米会当来体验，嘛希望甲客人伫温小福的精神继续流传落去。旧历正月20是客人的大节日，传讲这天，女巫娘娘用5色石来补天，变去人间的疾苦，所以客人将这天定做天穿日，会准备天板设宴，才会客人的美食来感念女巫娘娘的帮助。为着要传续客人的传统，桃园市政府今年扩大举办，将天穿日的活动改做客人的季。头一遍跨界，甲桃园捷运合作，杀出了7年主题列车，请来金曲得主刘少熙制作专属的客家9站音乐。所以我要特别谢谢蔡总统，我们支持了捷运计划，到环北，再到中立火车站，再到中立的后站，所以这一条其实是我们客家第一庄的捷运啊，所以我们在 A21站把它定位成客家主题车站。桃园市政府嘛举办真侪艺文的活动，民众只要收集5张创意快闪翕相来拍卡团起嚟，就有机会得到1日的票券。客人季的活动会对1月14号举办到4月初4，民众若是想要出去佚佗，嘛会当考虑来桃园感受客人客家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当年1月到2月适合来到山顶赏樱花，今年武陵农场樱花季按算新历2月初8正式上场，花期算的头尾22天，逐天拢有管制人数。敢若已经订房间的旅客无限制，其他游客敢若会当坐公车来到山顶耍一天。客运票价新历1月15开始卖，有一寡旅行社趁即马市面灯好来推出赏樱花规套行程，来遮露营送布棚。另外，有业者来推出赏樱花翕相团，请到摄影专家来教大家安怎翕樱花上介水，因为人数拢有限量，差不多名额拢已经满。山顶的樱花开啊，粉红色的花海实在真水。武陵樱花季2月初8正式开始，逐天观祭人数上济6000人，已经先订好旅馆的旅客1月2日就会当上网络掠轿车的通行证。另外，逐天嘛拢会开放1000个带团的，甲3200的散客，坐大众运输工具上山去赏花。客运的票预计15号开始卖。我的了解，在订房是几乎完全没有了，露营区也是全满了。大概比较好的方式就是，也许是不是有些团队啊，什么临时就取消，这样的机会也有一些，我们有的话会马上放出来。樱花季武陵农场房间真顶的红庭园，旅行社规套的行程，问的人更加是坐干那山。有旅行社业者杀赏樱露营团，请专家来教要安怎搭布棚，装备全包，各送5个人的布棚，一个人唔免7000块。另外，嘛有业者杀赏樱翕相团，出动专业的摄影队，教人要安怎翕相片才会水。大武陵国民宾馆，一个人5190块，名额已经差不多要无啊。教客人就是用手机，比如说构图啦、花卉的拍摄，还要怎么拍比较好看。我们2月中的开出来的日期，其实目前大部分都已经额满。另外，今年为着让游客会当掌握赏樱花天气甲花开的情形，农场特别伫露营区甲地庄这2大赏樱花地点按即时录影，让游客会当把握赏花上好的时机，免惊因为天气无好白走一抓。记者综合报道。
插播上新的现场画面，赶紧来关心今仔日国防部年度春巡上场，下早头一站来到嘉义空军基地 F-16V 战斗机的操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肖秉仪来带来了解。秉仪。 好，观众呢，每一年呢，在国防部的举行的春巡，也就是呢春节的加强战备哦，在今天正式登场。那么今天早上呢，则是在嘉义的空军基地看的是这个空军的第4联队关于呢 F-16V 的整个紧急起降还有降落，另外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相当重要，就是在清洗的部分。那么在刚刚稍早的时候呢，整个 F-16V 还有 S 拐动 C 都进行到这个清洗站来进行清理的一个作业。带你看一下稍早的一个画面。基本上飞完3天起。 海基任务之后回来就马上要执行这个任务，所以说这个任务从早上到晚上结束之后，它都24小时不间断的在执行。好，目前可以看到在清洗站这样子的一个2套的清洗作业，在嘉义的空军基地呢，这样子一个整个。 操作跟清洗流程呢是跟美国是一样的，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包含呢喷出来的水柱都有不同的角度，也因应战机的定义跟旋翼机不同而有不同的清洗方式。那么当然，只要飞机只要起飞执行任务，或者是呢飞低于3000英尺的话，都要进入到这个清洗站来进行清洗的一个作业，因为整个保养跟清洗对于整个战机跟直升机来说是相当的一个重要。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一次的整个春节的 一个加强战备当中呢，那么现在目前所看到的是在空军的第4联队所展示的是整个 F-16V 的一个操演，包含紧急起降，还有整个降落的一个过程。好像目前现场最新，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多谢秉仪，我世界大代志来关心。纽约人上界方便、上侪人坐交通工具就是地铁。无想到讲，对在地人来讲，经济位嘛是一个学问。有一寡爱考虑的所在，像讲最近的推特有网友问讲，5个选项内底，倒一个是纽约地铁上好的座位？无想到遂引起到400万人做伙来回应。含前纽约市市长、总统参选人佩普伊嘛来回应。到底倒一个是纽约人心肝头内底上好的座位？带大家做伙来 看卖。伫咧纽约坐地铁选座位是有学问的，有网友就伫咧推特顶悬来问，对1号到5号，倒一个才是纽约地鐵上好的位？纽約的人提供各種的答案甲原因。4, because I can put my feet on 3. 4. It's near the window and I like to watch, like on an airplane. 啊，上無好的位咧。 2, because during rush hour, everybody's squeezing in. You got people in front of you, you can't even breathe. 1. Because the doors keep opening and closing. 有的網友講，坐伫咧1號離門上近，但嘛較容易變做是人搶劫的目標。這個問題熱加連紐約政治人物嘛來插一腳，其中一個就是前紐約市長2020年民主黨總統參選人麥克佩普。I always stand. 坐地鐵應該坐伫對，這個議題是一個20歲住伫咧布隆市區的界美發起的。原來伫咧跨年暝，伊坐地鐵的時陣車頂空影影，有一排位通好選，唔知應該選倒一個位來坐，所以將這個難題鋪起咧推特，無想到城內400萬人來咧討論，互界比是驚一個，因為原本伊的推特只有40個買獎。It just goes to show how big, yes, small, and how everyone in New York City can relate with each other. 唔管是紐約的人，也是觀光客，大家攏有家己介意的座位，意見攏無相同。不過大家認為紐約的地鐵定定攏是客滿，只要有位通好坐，攏是好的座位。記者綜合報道。 休困一個廣告了，繼續要帶大家關心疾管署上新的統計，敢若類流感門診急診的人數，頂禮拜到124000多人，提醒大家攏要特別注意。大家好，我是施慧伦。2020超級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又被咬了，我果然是被诅咒的孩子。 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只要像刚才那样保护我，不就行了吗？我刚才是在保护我的粮食啊！我们不是签约了吗？你不是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吗？找出可以将孙悟空制服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金刚箍，只要戴上它，要是他想反抗，金刚箍就会给他带来锥心刺骨的痛苦。今晚11点，台视频道《花游记》。 台视上新8点档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林伟君、洪浩俊、大久保麻里子、陈以威、吴鹏凤、吴敬贤、梅芳、林义雄。
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拖，这里拖就有 Q 的意思，像咱讲拖车、拖涂骹；另外嘛有 A 体的意思，像咱讲牵拖。问个讲是做代志无开气，一直延前，咱就会当讲一个人做代志真拖。啊，若是忍耐过难关，咱会当讲是拖命，或者是拖老命。这里拖嘛会当讲是一堆一定的单位，像咱讲一大拖。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牵拖，嘛会讲是牵连，就是去连累着别人。第二个词拖平，本来是讲戏剧的剧情一直无特别的变化，或者是讲延伸到演出的时间，落尾嘛会当讲一件代志真交拖，无啥物发展。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譬如讲，人咧讲要死牵拖几粒，这件代志交拖平，上尾可能和你都牵连着。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拖，提供给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流感疫情顶礼拜上界严重。疾管署上新的统计资料，敢若类流感门诊急诊的人数，拢总有124000人。另外，还有118人为着流感引起到动镜头，另外有8人无命。这人主要拢是为着 H1N1，拢是因为无注流感的预防针。其中一个上界少年的才38岁，因为引起到肺炎、心肌炎，住院7天了后，就安尼无命。稍甲胸坎会痛、佮足喘的，为去年年底流行到今年的流感疫情，顶礼拜人数来到上济。根据疾管署统计，干那类流感挂门诊佮挂急诊的人，一礼拜全国就超过12万人次，比前一礼拜加7.6%。佮有118人因为流感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另外一礼拜内就8人死亡，不管是重症还是死亡的人数，拢创下为去年10月开始到今一礼拜内上济纪录。看起来就是在上一周流感应该已经达到最高峰，但是由于天气的问题，还有这个疫情，它没有办法急速下降，所以还是维持一定的一个高峰期。其中一个上少年的死亡的案例是住伫中部的38岁查甫人，有糖尿病病史，发烧几落天了后，因为歹喘气送去急诊，心脏佮停气，经过急救了后有救回来，不过因为引起肺炎、心肌炎，伫住院7天了后也是过身去。这8例其实都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都是感染 H1N1， 他们是发病到死亡大概平均是7天了。他得了刚好是那个跟流感疫苗病毒株一样的东西，那你没打疫苗的人是吃亏啊。事实上，我们也有碰过打疫苗照常得流感的。那这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它病毒株呢不对，因为 B 型流感的流行株甲疫苗株拢无符合，医生讲保护力恐惊敢若5成，不过也是会当降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建议民众若是有发烧、咳嗽、胃寒这症头，就要赶紧去看医生。若是较紧，就食克流感的药啊，人食袂这么艰苦，病嘛较紧好。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方面要继续来关心中国武汉爆发肺炎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改号做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现此时也有消息讲到，这款新型病毒可能会患人，像讲别人带厝内人可能就会去患到，也有病毒有可能会慢慢传出去。咱台湾疾管署讲可能会人患人，不离个世界卫生组织甲大也未证实。即马咱疾管署当咧注意 WHO 会议上新的结果。中国武汉出现肺炎的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嘛为这来开会，各有消息传讲，2019新型的冠状病毒会当有限度的人喂互人，嘛有可能会传开。台湾的疾管署唔敢急放放。一直针对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个感染，也都是一直所谓的不排除它是人传人啊，所以我们在防治的部分，比如说这个案如果要进到医疗体系的话，会做隔离啊，还有一些防护的措施。根据外国媒体报道，引起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有限度人喂互人的状况，像讲厝内人做伙喂到这款的情形。世界卫生组织嘛警告讲，疫情有可能会传开。现在在等世界卫生组织他们最近如果有召开紧急疫情的委员会，做更深度的一个讨论，那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细节才会比较清楚。中国官方针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公布到12号这天，白例统计资料拢总有41个例，其中重症的7个伫治疗，1个死亡，剩的病情稳定，6个已经出院。出现新型的病毒，全世界拢在关心，尤其是附近的地区无人敢放外。记者综合报道。
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菜要带大家来吃过年平安了围炉菜好滋味。大家好，我是施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又被咬了。我果然是被诅咒的孩子。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只要像刚才那样保护我，不就行了吗？我刚才是在保护我的粮食啊！我们不是签约了吗？你不是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吗？找出可以将孙悟空制服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金刚箍，只要带上它，要是他想反抗，金刚箍就会给他带来锥心刺骨的痛苦。今晚11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林伟君、洪浩俊、大久保麻里子、陈以威、吴鹏凤、吴敬贤、梅芳、林义雄、尤耀光、陈明赫。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食饭时间，手路菜要来看到过年食围炉菜，真侪人爱食代表好彩头的狮仔头，也佫有料真澎湃的三哥鱼头。台北都有一间平安料的餐厅，上界出名三哥狮仔头，大家拢是大甲敢若野球共款。落鼎先摕起钱了后，佫再摕去人肠吹，安尼食起来肉鸭特别清爽，也佫有淡薄仔烧酒香。头家赵海金少年的时，捌和大都知师宝贝梅学做料理，靠这把学来的功夫，开餐厅卖平安料的菜，嘛卖少年的囡仔是古早味。因为它这个汤哦没有味精，然后有一点点沙茶的清淡味，非常就吃起来很舒服的那个感觉。然后喝下去呢，就会回甘的感觉，哦，所以会念念不忘，所以基本上呢，就一直就想喝汤。烧烫烫的砂锅鱼头一个上桌，鱼头煎过芳开，搁来加带一丝仔沙茶味，规碗汤片着是安尼芳杠杠。头家娘赵海珍伊还搁会现场来教人安怎食才会上着滋味。先喝汤，等下这个鱼头再煮一下，里面有金针菇，还有川丸子，这都可以吃的。先煎过连鱼头都爱搁甲滚过，安尼鱼肉唔若袂烂去，还搁真 Q 身。鱼头泡伫个汤内底来吸收这个食材的青甜，嘛互伊的滋味加真丰富。还搁有这个幼湿湿的手工川丸啊，含青甜的虾仁，安尼规锅拢是好料的。头家娘赵海珍以前细汉时阵，就伫个眷村来大汉。眷村伫个过年的时阵，一定爱有这个料侪搁澎湃的砂锅鱼头。那因为过年的期间，大家都会。这个守岁啦，然后所以它随时开了火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饿的话就可以直接吃这样子。对。伫咧眷村的围炉暝，一定爱食到的，还佫有这个强丁圆满的狮仔头剁肉，这逐粒拢有200公克，也就是有5两外重，规粒亲像野球遐大。不过安尼食起来唔但袂差丝，还佫真软溜佫骨脆，内底啊佫有来加带这个东北的甜脆。它是很顺口、很软嫩的，吃的入口即化的那种，咬一下就可以了。然后那个汤哈有入到那个肉有入到汤里面，那味道就很顺口。就算讲这个做法实在真够工，不过赵海珍伊嘛袂嫌麻烦，要来做出上好的口感。伊原本只是一个干那真爱煮食的家庭主妇，少年的时阵捌甲名师宝贝梅学做手路菜，不过因头的过身较早。家己嘛经历过迄个抗癌的过程，即个环境的拄当，逼伊爱靠较严硬，安尼互伊有一身的好手艺，决定来开餐厅。不过打开始的时阵，伊的朋友拢看到淡淡。很多朋友都说不可能的，他3个月一定结束的。因为他认为我不可能的，因为我好像年轻的时候除了买东西跟逛街跟主持家里，就其他的就没有做过任何的事情。赵海珍伊煞咧甲即个满满的热情，真注心打放在伊的料理顶悬，望通互更较侪人会当食到即个记忆内底家乡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大家
家好，我是施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又被咬了。我果然是被诅咒的孩子。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只要像刚才那样保护我，不就行了吗？我刚才是在保护我的粮食啊。我们不是签约了吗？你不是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吗？找出可以将孙悟空制服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金刚箍，只要带上它，要是他想反抗，金刚箍就会给他带来锥心刺骨的痛苦。今晚11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林伟君、洪浩俊、大久保麻里子、陈以威、吴鹏凤、吴敬贤、梅芳、林义雄、尤耀光、陈明克。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萧煌奇。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除夕夜就在台视。可以收起来。你刚到公司还不是很熟悉，我拿了一些资料过来，你认真看一下。你哪位？你又是谁啊？这位是我推荐来的新人，叫叶素文。这位是之后带你的小组长，叫法龙。你就是叶素文。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利青蛙5告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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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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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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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六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大家好，我是施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又被咬了。我果然是被诅咒的孩子。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只要像刚才那样保护我，不就行了吗？我刚才是在保护我的粮食啊。我们不是签约了吗？你不是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吗？找出可以将孙悟空制服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金刚箍，只要带上它。要是他想反抗，金刚箍就会给他带来锥心刺骨的痛苦。今晚11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台视上新8点档上介强的金钟团队：林伟君、洪浩俊、大久保麻里子、陈以威、吴鹏凤、吴敬贤、梅芳、林义雄、尤耀光、
陈明克，台视4月望雨，敬请期待。大家好，我是萧煌奇。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除夕夜就在台视。可以收起来。你刚到公司还不是很熟悉，我拿一些资料过来，你认真看一下。你哪位？你又是谁啊？这位是我推荐来的新人，叫叶素文。这位是之后带你的小组长，叫法龙。你就是叶素文。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生活有够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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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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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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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6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真的要发生，可以说是凄惨的大灾难了。我爱上你的这个灾难，现在开始不是有我吗？有需要就叫我随时等着你的召唤。既然这份爱情到最后一定会消失无踪，那么现在就疯狂的爱吧。最后会消失无踪？那是当然的，因为我的感情是假的。孙悟空，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花游记》。大家好，我是施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又被咬了。我果然是被诅咒的孩子。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只要像刚才那样保护我，不就行？欢迎继续带来到新闻的现场，先来关心高雄市市长韩国瑜选举大输了后，回来做高雄市市长，今仔日已经第3天，因为要过年啊，早起时来到海军陆战队指挥部来参观，嘛来关心阿兵哥。军方特别传一袋礼品要送伊，韩国瑜因若是来这祝福阿兵哥，煞来活动一个赛场了后，要来关心参加独身仔聚会人围炉活动。新闻上尾要来关心，全世界空气污染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这是意大利首都罗马决定讲，无符合欧盟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乌油车，伫咧一寡时间袂当驶入路的，嘛希望会当减少空气污染的问题。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我是施慧伦。2020超级巨星红白艺能大赏1月24日除夕夜就在台视。又被咬了。我果然是被诅咒的孩子。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只要像刚才那样保护我，不就行了吗？我刚才是在保护我的粮食啊。我们不是签约了吗？你不是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吗？找出可以将孙悟空制服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金刚箍，只要带上它，要是太